广东人路伫桃园系工业太阳，不过可能伫桃园的观光工厂有18间，咪系全国第多位，其中许多有名老牌的厂商，也如打开本地人口含强的工厂大门，欢迎民众去参观。游客唔单止是得了解商品的制作过程，还是得 DIY 自家做可能性。照工业院的调查，去年几年内，台湾所有观光工厂的人数总共有16亿3000万元，万亿多哦，也看得出台湾体验经济去实行，因为印度工厂变做乐业。这个是衣服的版型，好，然后它要放在布上面，然后把版型剪好之后，然后来我们来看裁缝车。好，设计师就要用这个很神奇的裁缝车，把它缝成一件漂亮的衣服。行业用心打造水缝式的服装设计体验室，图让他下在带领新人的认识设计师创造质量上富的制作过程。那这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走秀的后台，那小朋友就可以在这边换上漂亮的衣服，然后就可以从这个布帘走出去。那我们现在可以沿着这个布帘往前走，然后这里就会是一个伸展的舞台。新人的婚宴温馨上夫，表上表下替舞台上行秀，展现天天定人下的样子。一个梦幻世界其实是童装观光工厂，透过玻璃窗，如看得到实际的生产线，记得童装的制作过程。然后希望借由一件衣服的旅程，让小朋友更了解衣服的制造历程，甚至是培养设计的软实力，那可以刺激更多将来的古幼文会产生在台湾。所以我们想要推的是设计软实力的部分。我们要让它长痘痘，然后你帮我把它补这里。除了本身人的了解上夫的制作过程，新人的每做的设计卡板的做人工的，先出等人下的色皮片贴上去，做出拼人模的纪念品带给顾客。是还蛮适合小孩来这里玩，因为可以让他们知道就是衣服的制造过程，然后他们也可以亲手去做，对，然后还有一些他们会动手去做，然后他们表示对这种过程还蛮有兴趣，这样还不错。一间童装观光工厂係去年4月能成立的，係桃園縣最新成立的觀光工廠。喺桃園縣境內觀光工廠涵蓋產業文化館，總共有18間咁多，係台灣最多觀光工廠的縣市。桃園呢，它是一個工商大縣，我們現今呢有24個工業區。那麼在去年呢，我們的工業產值已經達到2.32兆，這個是連續9年來都是全國第1名的。那麼也因為這麼雄厚的工商業的基礎，所以在最近這幾年呢，業者他們就逐步的轉型，有些工廠呢，它就慢慢的變成是一個觀光工廠哦。到現在呢，桃園縣境內有18家的觀光工廠，這個不管是在質還在量方面，也都是全國第一。18間觀光工廠當中，沒有簽到老牌嘅，一間老牌嘅糕餅業者，喺10年前就已經轉型做觀光工廠。面团不要搓很久哈，一下2下就可以了。这个饼模星星是不是很素面，对不对？这个时候呢，我们巧克力派上用场啊，帮我们星星怎么样做个什么？做个眼睛。糕饼師傅現場教好做手工餅嘅，大朋友小朋友發揮創意，做出各種樣式的餅嘅，教會改聽。就来体验看看，对，让小朋友自己动手做，自己吃，还不错啊，对，小朋友都很喜欢，而且很容易就上手了。其实我们在林口
靠近那个杨梅工业区，其实也有一段距离，但是这边有很多很不错的那个观光教学 DIY 的工厂，让我们小朋友学习，让他们从学习中 DIY 中弄到那个蛋糕或是饼干啊的操作方式，体验到那种食品操作自己参与的乐趣。小遊戲參訪嘅遊客做得對強上發拍嘅小街當中，有嘅傳統嘅婚嫁禮儀同糕餅用嘅文化禮俗增加知識。男方這邊在當天所要準備的6大禮，基本的最重要是那個大聘、小聘跟鑽石戒指，要準備夠就好。那女方這邊要回禮的，還有一些小撇步，這邊做一些介紹。這個是龍眼乾，那男生送過來的。龍眼乾又稱為福緣，是福氣，女方不能收，要把它還給夫家。那這代表的是把新娘子的福氣帶到夫家。但是呢，媽媽都要交代女兒要偷偷吃2粒，因為這2粒代表老公身上的那2粒眼睛，因為呢看住老公的眼睛，結婚以後他不會偷看別的妹妹。嘉倫玻璃廠所得看到喜餅製作、自動化包裝、人工種還被壓到生產線過程。遊客來到工廠嘅體驗，看到16度嘅食品係用嚟做出來嘅。透過呢嘅體驗，互見當中有紮品牌形象，睇消費者嘅心肝調度印象很高層面，也咪係青島製造產業行向觀光嘅主要原因。因為觀光廠之後會引導許多的這個直接的客戶來到工廠，看它的製程，那了解它產品的一個製造的過程當中，對這個商品的一個信譽，他會更有信心，而且會誘導他會想要去買這個產品哈。那這個部分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消費者的一個教育，那也對工廠來說，它也增加一個比較零售的通道，可能在利潤上高一點。这样它会盖一个制造日期，它那个评检的章。另外这边有那个商品标注，这是我们这个产品名称。打開工廠本遊客入去參觀，工作人員就係圖覽片，小姐面從特別嘅製作流程，希望本遊客變做消費者。一站咩講，最近做觀光工廠，上嘅青島嘅廣告費，青島好處。只是推廣我們的教育啦，就是廠的教育，大家認識。正牌的廠跟那個其他的什麼雜牌有什麼不一樣了哈？像我們的廠都是實實在在的做，裡面放的東西都是我們自己做的。我想哈。做廣告冇按多錢啦，我做觀光工廠，人人多了未去看得到啊，我咪講幾下清楚啦，所以我就想做觀光工廠做得啦。丹娜王妃跟查理斯王子结婚的时候特别做的一个纪念品。品牌形象已經改清楚嘅飲料業者，係希望透過本消費者嘅參訪，進一步同產品有很高層面情感連結。那裡面我們就收集了非常多，我們可以介紹可口的歷史啦，或者是有一些收藏品啊，特別紀念的瓶罐啦，給消費者他們可以來參觀。覺得可以參觀到這麼多各種可口可樂工廠的瓶子，然後覺得很有趣。
一方面可以让孩子了解现在他们在路上可能看得到的可口可乐他们实际上的制作过程，那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让这样子的特殊的情形，让孩子可以对于整个工厂的部分跟生产线的部分有一些认识跟了解。桃园烟係傳統嘅工業體驗，無國際有名嘅觀光景點，唔過曬有各種類型嘅觀光工廠。告訴桃園縣政府希望加入安尼嘅優勢，做觀光行銷，向觀光行業工廠參觀有料，就是創造一個平台。我們提供這麼多元的這個選擇方案給大家，那麼這個平台可以透過我們自己桃園縣政府工商發展局的網站和我們的桃園 MIT 網，那就是直接結合到業者他們的網站上去。那如果只是想在城市裡面周圍走一走的話，那麼觀光工廠就是最好的一個選擇。地方政府加入資源，騰出觀光工廠做整合行銷，業者唔是單人通馬尾標，沒做得發揮群起效應。我們的一個交通的一個路標的一個指引，那也是桃園市縣政府這邊也是全國的一個算是做得最好的，也是各縣市來學習的一個對象。那讓遊客能夠有知道怎麼來。當然，第二個是說我們桃園縣產業文化館的一個整合，在網絡上面一個共同的行銷，這些呢是我們個別企業所沒辦法做到的。有地方政府來主動來協助業者來做業者的一個整合哈，其實這是非常好的了哈。那他在觀光廠，人家說這個獨樹不能成林嘛哈。那如果說觀光廠本身能夠有所群聚，然後做一定這個路線的規劃，然後再結合地方的一些相關的景點或是一些地方特色產業的話，我想這個可以發揮一個群聚，然後資源互相整合的一個效應哈。民國92年建置埔委託工研院輔導傳統製造業進行觀光，到一下台灣的觀光工廠漸漸的會有100間。照工研院調查，去年本年的參訪台灣觀光工廠的人次高達650萬，營收總共有16億3000萬元，真蠻多。不過觀光工廠按樣的求新求變，本遊客再過來了，對業者來講係一個大嘅考驗。觀光廠它必須要是這個不斷的在內容更新，是內容的一個深化。那它也可能要跟社區一個很好的一個結合。現在目前是有一個3年一度的一個評鑑啊。那每一個觀光廠它必須，如果它需要經營的話，它必須要在這一塊，在許多的各面，包括環境、人員啊，它的產品的研發各方面，它必須要在不斷的一個耕耘，它才能滿足消費者的一個需求哈。你可以左右的帮他选一点，注意哦，瓶盖的造型里面，除了红底白字之外，还有一个全部都一样的哈，在这个外圈哈，是的，都是早期的哈，红底白字，还有这个流星飘带。好，第三个是红叶皮才是，对，它造型里面食開創建置奇蹟的中小企業，由傳統產業進入創意生活產業，創造新的體驗經濟，經求新求變，加條改變轉型的故事，透過同民眾面對面，來繼續講下去。